佢有啲數字，咁就話咧個平均數係5嘅 ，mean 係5。咁我而家有3嚿嘢嘅，分別係 mode、media 同埋 range。咁就問你呢3嚿嘢，佢就叫 A、B、C。咁佢就問你喂，到底 A、B、C 等唔等於呢啲數字咧？嗱，呢條題目好複雜，咁點算好咧？咁多未知數，尋找翻啲線索。個線索就係呢一個。咁你咪計平均數咯。平均數係咩啊？嗱，依家你做 MC 咧就即刻篤機加晒數字佢。2加3加4加6加7加9加10。41加 n 加 n。咁嗱，數一數呢個幾個數字？9個數。好嗱，首先你一定要數幾多個人。其次，你將呢啲加晒佢用計數機。好啦，咁我試下你條式啦，除9嗱，呢個咪就係平均數咯。平均數等於咩啊？等於5。好，咁即係話咧，你將9乘5就45嘅。咁所以咧，41再加 m 加 n 咧就等於45嘅。咁所以 m 加 n 計到係4嘅。咁我點諗咧？我淨係知要加埋4。嗱，呢個情況又係同我頭先嗰啲題目一樣。佢咩情況咧？就係冇固定答案嘅。喂 ，m 加 n 係4，你冇其他資料㗎。咁即係話佢有機會，例如 m 同 n 咧，例如 m 係1，n 係3，例如 m 係2，n 係2。咁當然你再寫31就其實倒轉嘅啫，呢兩個同呢個。咁我就呢個就唔使寫啦。咁嗱，呢題都容易少少嘅，叫做得2個可能性嘅啫。後邊真正有一條最難嘅係有好鬼多個可能性可能。咁你就要真係諗清楚。佢加埋啲4，你有乜嘢可能性？接住落嚟，我就會再畫另一個表。情況一咧就係當 m 同 n 係13，情況2就當 m 同 n 就22。咁我哋要計咩話？嗱，你題目其實係問緊你呢3嚿嘢 A、B、C 係咩啊？咁即係咁你咪寫翻咯。A 係咩 ？A 係 mode。咁你就呢個情況 mode 係咩咧 ？mode 係咩咧？咁第二個就計 media， 即係 Q2。第三個就計 range。好啦，咁所以咧你就其實就即係咩意思？即係計晒佢啊！情況係咩啊？第一情況就係 m 同 n 係13，就會排咗啲數字喺呢度嘅，係排咗啲數字呢度。咁嗱，我哋睇睇個 mode 係乜啊？咁 mode 係咩？嗱 mode 係咩 mode 咪3咯，係咪啊？最多係2個3，咁所以3。嗱，咁其實你發覺錯咗啦，呢個第一句已經。嗱，第一句佢話咩咧 ？A 係 mode 嘛，個 mode 係2喎。嗱，但係你呢個係3，咁已經唔啱啦。咁當然就唔係啊，下邊呢個如果2個都2，咁個 mode 咪2咯，因為你有3個2啊嘛。如果2個都2，咁冇錯啦。呢個 case 係啱嘅，但係呢個 case 係錯。咁如果一個啱一個錯，咁我呢句嘢啱定錯咧就錯嘅，因為你依家 must be true 嘅。嗱，明唔明白？就係咁。咁我哋咧就計埋其他就得㗎啦。咁嗱，我哋簡單啲睇下呢個 R 先，個 range 係最大減最細。最大減最細就10減1嘅呢個情況，咁所以9減2啊，10減2係8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你第3句都係錯嘅，點解咧？第3句個 range 係 C 係8，咁但係你諗下呢個咧就唔係8啦，呢個係8啫。咁你又係一個錯一個啱，咁其實你都係當佢錯嘅。嗱，當然答案就肯定係 B 㗎啦。你依家得翻2嘅啫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好快睇埋，你咪間條線咯。嗱，我依家9個人㗎嘛。咁你劈開一半就會係4個，中間1個嘅，因為你除2係4.5嘅，即係有一個人單丁在中間，即係第5個人就係你嘅 Q2 media。咁嗱，我假設呢個情況先，第5個人喺邊啊？第5個人喺呢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4。嗱，咁所以呢個 case 係4係啱嘅。咁我哋睇埋第2個，第2個改做22嘅話咧，其實你都係4嘅，第5個人喺呢度。咁所以都係4。嗱，你發覺呢個 case 咧，2個都係4，2個都剔晒，咁所以第2句就剔咗佢。嗱，呢類題型係咁做嘅，得唔得？